间给你。哎，下。对。高林，爸爸伊人是安怎想？伊咧破病呢。破病哦。这位大哥，你唔知会当我一点仔水无？水？高林，啊明明你唔着按挂行李来的款呢？是啦，阮是导人的人。就是啊，你才会唔知哦。水后遐简单，阮这个所已经足足2年无落雨呢。连阮即摆所用的水吼，拢请人按3年外路吼用光的光转来呢，一担才50分钱啦。水后遐简单，即摆比米搁较贵哦。相公，阮管老爷吼，这为着水的代志，这2年来每夜嘛准备香愿，你嘛求天祈雨呢。天啊，祈求你庇佑，早间甘霖，普救苍生。老爷，老爷，夜深啊，请老爷安息。你先去困。老爷，你已经修炼煞几若天无休息，你应该都要去休息，身体要紧。看百姓如此的受苦，我哪会安心入眠？老爷，风寒乃是天灾，并非人力所能谋求。天公伯啊，若是唔落雨，这边哪有啥物办法？是啦，咱高邮关近这2年来的苦患，老爷你为着安尼，已经是寝食难安，而且每安排这个香话伫咧祈祷上苍，也毋过天公伯同款也是无落到半滴雨。唉，这敢会是天意，特别灭咱高邮关咧。苍天，自我牢记上任高邮关这3年来，看本关的百姓，个个拢是安分守己、善良的百姓，为何天理要灭？是莫非是？老爷，我们上司上司，请求调停，开国库派人来本县救灾。老爷，是啊，要若无继续安尼落去，咱高邮关所有的百姓敢是拢会饿死？我亲见李氏贤文上司，如朝廷大旱，到如今也阁无消息。哦，这是为什么？
朝廷的代志，真是使人难以明白。金家报效，东方将兵，又是一天的开始。老爷，这阵的马蹄声渐渐接近衙门，无管是朝廷派来要本官救灾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圣意开采黄河，征调湖南、河北壮丁70万人，各官官令应在其管辖的县内征调20岁起至35岁为止壮丁500名，限3天内呈交，违抗圣旨者，击杀无论。老官令，为什么唔接旨？大人啊！本官连你身为朝廷的命官，竟敢讲这款话？开采黄河是圣意，黄河缺口是国家的大事，应能考虑甲这个小小破坏国有关系。大人，本官因2年来旱灾所致，所有年轻力壮的人，都拢纷纷离乡背井，往外谋生，实在无法再征调500名的人夫。哼！无办法，你也都爱想办法。这下官实在无法可想。什么？你敢要违抗圣旨？违抗圣旨，邱林虎的代志，下官实在做袂到。你想要找死？老七，你若敢讲一句唔，我就杀你！做袂到的代志，就是头壳甲我斩落来，也是做袂到。大人，听说恁对朝廷的金车无咧？一个真倔强的老官令。好，你若甲办袂到，本官办好你看。来人，这是第二人，是。再见了没有？老七，
你办袂到的代志，本官已经办到。你看嘛，这人敢毋是你高邮官的壮丁？你还阁有什么会通讲？大人啊！后期，我甲你讲哦，你唔通袂记咧，你是食朝廷的俸禄，申请朝廷的官带。我现在从这所有的人夫，一个一个点交互你，我还要搁别类掠人。假使你若敢轻举妄动，朝廷会判你叛逆之罪，都会罪地九族。是啊，苦来百姓伫咧叫你，我们见老爷你做。老爷，因遐拢总是去互咱关伫咧家路内遐个人的家属，因要求老爷你讲无论如何要见你一面。老爷，是毋是要开门欢迎？叫人踮咧静长等候。关老爷稍等就要升堂，假使讲诸位若是有啥物代志，稍等才慢慢来向关老爷定情。多谢。
伫个，搁老大人吼，我大家也伫个厝。伊拢完全靠阮人一个伫个趁候阮食。你若将阮人吼掠来即个所在，阮规家都会饿死哦！拜托个啦，求阮个啦！我囝才大弟弟哦，拜托一个哦！青天大老爷，我目睭痴迷，今年80岁啊！我有一个孤囝伫咧饲我，毋过我迄个孤囝所互恁掠来伫遮做人妇，要你去以后叫我这个痴迷的老婆是要怎样嫁你？青天大老爷，拜托咧，你紧叫。大老爷，阮囝紧放阮囝出来。拜托你啦！我是一个破相的人，要安尼，我的新妇哦，旧年就死去，留甲这个幼细的孙，我的今年搁掠去做人妇，我生活袂得人好过，拜托，青天大老爷，我救阮囝，放阮囝出来好无？拜托，拜托。报答你，阮母仔囝后世人甘愿做牛做马报答你啦！对啊，好心的哦，对啊，你囡仔这大阵的要死哦，好心的哦。你唔通搁再吵，也唔通搁再哭，万一后调定的金车知影，不但恁会想处罚。我老机也担当袂起，你暂时转去，3天后，老母一定会想办法，互恁爸囝母囝夫妻团圆。你讲对了，真多谢啊！安尼阮就紧转来去阮兜听下哦。你是？你看这个可怜的百姓，这么可怜，就是天怕的心肠，也会为因流泪。那呢？老爷意思是？老爷，你是不是要将家落来遐人甲因放走？这我大胆！